好，弟兄姊妹，讓我哋一齊禱告。弟兄姊妹，讓我們一起禱告。主，我哋多謝你，多謝你都去俾到我哋再次有機會去嚟到教會去崇拜你，去敬拜你，亦都讓我哋去一齊去聆聽你嘅教導，都求你開放我哋嘅心靈，開放我哋嘅耳朵，好讓我哋能夠去細聽你嘅教導，讓你嘅教導去進入我哋嘅心入邊，都求你去膏抹孩子嘅口，讓孩子所出嘅一切話都係屬於你嘅。我哋禱告，奉主名求，阿門。我咧就喺中學時代去相信耶穌嘅。喺我仲未信主嘅時候咧，因為學校係基督教學校啊，學校嘅基督教嘅氣氛咧，都會令我哋去接觸一啲嘅聖經金句嘅。其中一句我最早接觸嘅經文咧，就係腓立比書3章13至14節。個經文就係咁嘅：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杆直跑。咁我又唔知點解喎。嗰陣時其實我都未信主嘅，但係我會記住一段嘅經文。嗰陣時我諗我對呢段經文嘅應用咧，主要就係話：哇！我快啲忘記我考試唔得啊，都學習上嘅問題啦，努力向未來去學習啦。咁就好可惜啦，我成個中學年代個成績都係差嘅，簡直係以失敗去收尾嘅。所以我諗而家你可能我嗰時係需要去忘記成個中學階段啊。好啦，咁點解保羅會喺腓立比教會嘅書信入邊提到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嘅咧？等我哋從今日嘅經文當中嘗試了解一下啦。今日嘅經文咧係記載喺腓立比書3章12至14節嘅。呢段經文嘅背景咧係保羅當時受到一班猶太教師嘅攻擊。呢一班嘅猶太教師咧係同保羅去比較邊個對腓立比教會呢個群體咧更加嘅忠誠啊！我哋唔好忘記，腓立比教會其實係由保羅係一手一腳建立嘅，所以保羅都好重視，亦都好擔心呢班猶太教師對腓立比教會嘅影響。喺經文開始嘅時候咧，保羅就去提醒腓立比教會要防備犬類，防備作惡嘅，防備妄自行割嘅。哇！發生啲咩事令到保羅要去咁緊張去提醒教會啊？如果大家有曾經睇過李小龍嘅電影，應該會有印象，喺電影入邊曾經出現過一塊牌，寫住華人與狗不得內進。呢塊牌喺當時嚟講，我諗都唔係當時，到而家都係啦，係一塊非常侮辱嘅告示牌嘅。但係根據歷史學家咁去研究咧，其實呢塊告示牌係咪真係喺現實入邊出現過咧？其實係值得懷疑嘅。咁我哋今日就唔係講呢塊牌啦，但係呢塊牌嘅意思咧，就係俾大家明白到保羅要提醒腓立比教會要防備犬類，其實好類似嘅。喺猶太地區咧，狗係屬於唔潔淨嘅動物啦。當時腓立比教會就受到一啲喺嗰個地方去旅行嘅宣教猶太教師批評啊，要求嗰啲信主嘅外邦人咧都需要去行割禮嘅，即係話要將啲外邦人排除喺基督嘅拯救恩典之外啊，違背咗保羅嘅教導啊！哇！咁我哋可以去幻想、去想像一下啦。呢一班猶太教師咧，就係掛喺一塊牌，寫住外邦人與狗不得內進。所以咧，聖經學者咧就相信保羅話呢啲犬類啊、作惡啊、妄自行割嘅，其實都係暗地裏指向呢一班嘅猶太教師。保羅呢一種嘅修辭手法咧，就係要顯得教會需要特別去防備一班人啊。
咁喺腓立比書3章4至6節咧，就係保羅介紹佢自己嘅身份啦。喺我哋而家嘅社會嚟睇咧，保羅咁樣嘅自我介紹咧，喂，就係好似嗰啲土豪啊或者暴發戶啊喺度晒自己有錢一樣嘅，窮得只剩下錢啊！亦都好似顯到佢非常驕傲咁嘅。但喺當時嚟講咧，當一個人要強調自己喺某啲事情上嘅權威性或者合法性咧，保羅咁樣嘅自我介紹咧，原來係非常合適㗎喎。即係當你去睇醫生嘅時候，你都要去望下醫生嘅履歷啊，佢嘅資歷啊。哇！如果醫生冇去列出佢喺邊度學醫啊，有咩受過咩專業訓練啊，哇！我諗大家都可能會好擔心呢個醫生係唔係真正有資格嘅醫生啦。咁保羅喺自我介紹完之後咧，又即刻用今日嘅我打倒昨日嘅我。佢同教會講，舊事已過，都變成新嘅啦。過去嘅佢係非常非常之威風嘅，特別以佢嘅身份係幾咁令人羨慕啊！佢肯定係企喺最前嗰啲咩領導者啦。但係而家咧，佢就話先前以為對我係有益嘅，現在因為基督嘅緣故，都當作係有損嘅。佢唔再以過去嘅身份為榮啊，反而覺得呢啲身份令到佢非常羞恥。點解保羅會出現啲咁極端嘅變化呢？原因就係以前佢係以打倒基督徒為佢嘅主要任務啊。喺3章5節入邊，佢又話喺律法上佢係法利賽人。法利賽人就係嗰啲嚴守舊約摩西律法嘅猶太人族群啊。而嗰啲舊約嘅摩西律法咧，並唔單單係指上帝俾佢哋嘅十誡，而係佢哋自己又加啲，佢演繹咗好多唔同嘅律法落去。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佢哋係將守安息日係變成咗安息日係唔可以做任何事嘅。耶穌亦都曾經質問佢哋，究竟守安息日重要啊，定係救人重要嘅？既然保羅有呢啲咁嘅背景嘅時候咧，所以就因住認識基督嘅緣故咧，佢重新認識咗救恩。佢知道唔係有自己因為律法而得嘅義，而係有信基督嘅義，就係基於信從上帝而嚟嘅義啊！呢個係3章9節入邊記住咗嘅。得救並唔係因為佢嚴守律法，而係單單咁相信從上帝而嚟嘅救恩。所以佢有好極端嘅變化，放棄過去佢嘅族群看體重嘅身份，亦都不足為奇嘅。咁喺3章12到14節入邊咧，保羅重新修正佢信仰嘅焦點。縱使佢個人嘅資歷係幾咁嘅亮麗啊，喺普通人嘅眼中幾咁嘅完美啊，但係喺基督入邊啊，佢仍然係唔完美嘅。世上冇一個人係完美嘅，唯有耶穌基督先係完美嘅。所以保羅係好願意咁去竭力追求，佢嘅目標只有一個，就係要活出基督嘅樣式。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嘅，呢度就係話，不管我哋喺世上嘅資歷幾咁嘅亮麗，我哋就算係我哋如果願意去跟隨基督嘅話咧，我哋就要放棄呢啲世上嘅價值觀啊，唔再以此為光明啊！我哋追求嘅唔係呢啲人為嘅價值，而係永恆天國入邊嘅價值。就好似保羅唔再以自己嘅身份為榮，放低過去嘅自我，以追求基督為佢嘅目標。喺你哋大家嘅生命入邊，有冇試過放棄一啲世人睇為重要嘅嘢呢？喺我哋華人文化入邊，好多時都有望子成龍嘅心態，總係希望
我哋嘅仔女長大之後名成利就，可以當上律師啊、醫生啊咁嘅專業就最好啦。咁我認識個朋友，佢讀書真係好叻好叻。佢香港讀完法律之後呢，攞到獎學金去英國繼續去進修。佢喺英國進修嘅日子呢，佢認識咗主耶穌。佢開始思考佢人生嘅意義。當佢學成返香港之後呢，佢開始做佢律師嘅工作啦。哇！佢父母梗係覺得好光榮啦。但係佢自己就覺得，咦，做律師似乎唔係佢想要嘅嘢。過咗唔係好耐之後呢，佢就離開咗佢律師嘅工作，走咗去讀神學。畢業之後就喺教會工作。咁你覺得佢嘅父母會點諗？梗係唔高興啦！律師同教會邊樣嘢講出嚟威啲啊？係嘛？父母同人講：我啲仔女喺教會工作。一般世人都淨係覺得：哇！你啲仔女咁冇出息嘅。呢個就係現實嘅價值觀。雖然係咁，我朋友嘅改變慢慢感染咗佢嘅家人。佢嘅家人同埋親戚一個一個咁去相信耶穌基督。呢個問題我哋需要留意嘅，並唔係用我哋以世界嘅價值觀為榮啊，而係將世界嘅價值觀擺翻入我哋嘅信仰入邊啊。喺出邊工作，大家都好期望升職加薪，但係好多信徒又會將呢套嘅思想咧拎咗入嚟教會入邊喎，就好似好希望喺教會嘅侍奉崗位可以越做越高。同其他信徒交流嗰陣，佢哋竟然可以用於侍奉崗位去比較。咁我記得有一次，我走咗去我朋友教會嘅團契聚會咯。咁啊，大家喺度傾偈交流咯。我係新朋友啊嘛，又唔係佢哋教會嘅人。咁佢哋就會傾下傾下，就會問我：喂，你喺教會有咩侍奉啊？咁我嗰時即係我又比較簡單諗得。覺得喺教會任何侍奉崗位都係為主作工嘅啫，都唔知佢哋問嚟做乜。咁我同佢講：我喺教會啊，主要就係講道啦。跟住忽然間佢哋呆咗，覺得我好似高高在上咁，覺得高攀不起啊。跟住同我冇嘢傾，大家距離好似拉遠咗。喺教會入邊，所有崗位都係平等嘅。唔好覺得邊啲崗位又高啲，邊啲崗位又低啲，唔係嘅。所有侍奉崗位都係為主作工嘅。上帝喜悅我哋願意為佢做嘅嘢，並冇話睇重呢個位，睇輕嗰個位嘅。我哋唔好將我哋嘅文化價值擺咗我哋嘅信仰入邊啊！保羅提醒腓立比教會，唔好受嗰啲猶太教師嘅影響，以為一定要行割禮啊！其實就係推翻上帝藉住耶穌俾我哋嘅恩典，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哋唔好將自己停留喺過去嘅一套思想，特別我哋好多時受到舊有嘅文化背景，去影響咗我哋嘅信仰觀。好簡單咁講，以前教會嘅崇拜，基本上我哋都係唱啲好傳統嘅聖詩。就係嗰啲流傳咗幾百年嗰啲咁嘅聖詩啊！如果喺崇拜唱一啲比較現代嘅聖詩咧，老一輩嘅牧者甚至係啲信徒咧，都會覺得有冇搞錯啊？崇拜點解唱啲咁嘅歌㗎？其實呢個唔單止係受文化，只不過係受文化嘅影響啊！覺得崇拜係莊嚴嘅，現代聖詩唔屬於呢一類啊！隨住時代嘅改變，大部分教會都會接受崇拜可以唱現代聖詩，甚至我去過天主教彌撒都會有唱現代聖詩嘅。上帝喜悅我哋口唱心和咁去讚美佢，佢冇限制到我哋只可以用傳統嘅聖詩去讚美佢。我哋大家都唔好受過去嘅捆綁，無論係過去嘅俗世價值觀，或者係同傳統文化拉上關係嘅信仰觀，我哋都要放低，
只管努力嘅去接受從上帝而嚟嘅恩典。上帝嘅恩典比你同我所可以想像嘅大好多好多。讓我哋大家都可以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嘅，向住標竿直跑。阿們。